近日，華語樂壇知名歌手鄧紫棋原定於2025年7月推出嘅首部長篇科幻小說《啟示錄》，竟出現喺第37屆銀河獎海選投票最佳原創圖書獎嘅提名名單上，瞬間引發咗熱議。鄧紫棋喺微博上興奮留言：作為新人作家，真係受寵若驚，超級受到鼓勵。銀河獎自1985年誕生以來，一直有中國科幻最高獎嘅美譽。此前好多媒體都報道稱，鄧紫棋入圍中國科幻最高獎。不過1月4號，第37屆銀河獎組委會發文澄清，話部分媒體對個別作品進入投票名單存在誤讀。組委會詳細解釋，本屆銀河獎評選設有初選，即呢次網絡投票、複選產生入圍名單、中選產生獲獎名單3個環節。所謂入圍，係指複選之後進入中選嘅名單，而目前呢個階段只係銀河獎嘅初選環節，唔單止進入本名單嘅作品並非入圍，初選後嘅結果亦都只係複選名單，而唔係入圍名單。組委會還表示，第37屆銀河獎最佳原創圖書獎項面向2025年度全國範圍內出版嘅所有簡體中文原創科幻圖書。所有喺該年度正式出版嘅此類科幻圖書都可以被提名。由於編輯部精力有限，難免會有遺漏，所以喺投票頁面特別設置咗其他選項，歡迎讀者進行補充提名。換句說話講，目前海選投票名單上出現啟示錄，只係意味着啟示錄參賽，但尚未入圍，更唔好講獲獎。1月5號，組委會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，我哋其實好歡迎大家都關注科幻、創作科幻，亦都非常感謝鄧紫棋女士作為創作者嘅投入，歡迎大家持續關注今年銀河獎。目前銀河獎仲喺海選階段，所有作品只係進入咗參評序列，網上有啲講法確實存在誤解。科幻作家吳清源亦向澎湃新聞記者證實咗呢件事。佢呢次亦有《破曉》同《衛王》2部作品出現係最佳原創圖書獎嘅投票名單上。佢還開玩笑講，睇名單嘅時候，發現我嘅作品同鄧紫棋嘅作品之間只隔咗一行，大概係我距離頂流最近嘅一次。喺吳清源眼中，鄧紫棋參評呢件事本身係好事。科幻從來唔會問你係邊個，只係問你寫咗乜嘢。唔理你係歌手、演員、老師定係程序員，只要你攞起筆寫咗一個關於未來嘅故事，你就係科幻作者。銀河獎睇嘅係作品本身，唔係粉絲數，而係呢個獎嘅價值所在。而且客觀嚟講，呢次因為鄧紫棋嘅參評，好多原本唔關注科幻嘅人都知道咗銀河獎，知道中國科幻仲有咁一個最高獎項，呢種破圈效應好難得。如果有更多人因此關注科幻，關注中國科幻，睇到呢個領域正發生嘅嘢，我覺得對成個行業都係好事。講到底，令更多人知道中國科幻比邊個攞獎重要。據出版方果麥文化數據，鄧紫棋嘅《啟示錄》上市首日銷量就突破咗20萬冊，銷售額更係突破咗4000萬元。有科幻寫作者將《啟示錄》比作2025年科幻文學界嘅泥潭，皆因兩者都係意想不到嘅市場黑馬。我好中意鄧紫棋嘅歌，亦都好中意佢呢個人，可能會因為呢件事覺得同佢嘅距離近咗少少，但我都有自己堅持嘅一啲睇法。以殺海出現係呢次最佳原創圖書獎投票名單上嘅科幻作家陳秋帆，讀咗《啟示錄》之後，認為佢就好似鄧紫棋嘅一個周邊，其實同傳統科幻關係唔係好大。佢同澎湃新聞記者講，如今科幻從一個邊緣嘅類型文學，變成咗大眾文化嘅一種，大家可以將其視為某種敘事美學或者風格，會發現佢可以滲透到好多唔同領域，包括時尚、影視、音樂、建築、戲劇等等。科幻本身係一個比較好嘅載體，可以去探討好多嘢。科幻界有啲人對此感到唔舒服，覺得娛樂圈係嚟生科幻嘅流量。但鄧紫棋本身夠有名，對佢嘅粉絲嚟講，你可以話呢係唱功、演技之外嘅專業認可，喺文化資本嘅序列上更有份量。
但呢同作品質量或者作品對於科幻文學出版本身嘅價值，又完全係兩回事。陳秋帆講，就好似一本泥潭火咗，純文學新人寫作就容易咗咩？完全唔係，佢就係熱鬧一時嘅現象。但或許呢種風口會成為一種趨勢，今後有更多跨界名人開始寫科幻。銀河獎組委會亦都強調，包括知名人士喺內嘅越來越多非傳統科幻作家參與科幻創作，呢係值得期待同鼓勵嘅現象。其多樣化嘅內容、風格同視覺，對傳統科幻係一種有益補充。銀河獎作為國內科幻領域嘅重要獎項，唔可以因為作者嘅特殊身份而給予特殊對待，而冇特殊對待，既包括唔會給予特殊優待，亦都包括唔可以無視甚至排斥其參選資格。總之，鄧紫棋嘅啟示錄現身銀河獎海選，雖然引發熱議同誤解，但亦都反映出科幻文化正受到越來越多人嘅關注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呢種跨界嘗試同破圈效應，都對中國科幻嘅發展有着積極嘅意義。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可以關注科幻，熱愛科幻，為中國科幻嘅繁榮貢獻自己嘅力量。同時，亦都期待銀河獎可以繼續秉持公正、公平、公開嘅原則，發掘更多優秀嘅科幻作品同科幻人才，推動中國科幻事業不斷向前發展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